高雄有要到2000个民间经营的停车场，三不五时传出的停车纠纷，民众也无都受到保障。高雄市交通局即马推出合法停车场的标章，要予1193间合法的停车场，也会当予民众当作是停车的仓库。立钱了后，车辆准备要开出停车场，民众赛车出门，定定会拄到停车的问题。不过，你敢知影家己停的停车场到底是不是合法、有保障无？地点有方便的话，对。那你在停车之前会不会先看清楚它的收费标准什么的？会稍微看一下。可能它附近可能这个观光区可能就只有一个，这种停车场可能就1个或2个，但1个或2个通常都是停满的啊，那我们就会不知道怎么停。对，这时候就会很依赖私人停车场。民众停车有人看介绍，嘛有人是方便就好。交通局统计，到今年3月底为止，高雄市合法的民营公共停车场拢总有1193场。不过因逐个月拢会接到民众检举，发生超收停车费的状况。因此现在因推出合格标章，就搭伫停车场的出入口，要帮助民众分别合法的也是违法的私人停车场，而且会随时派人抽查。交通局强调，业者若是违规收费，上悬会当罚15000块，而且会当连续处罚。交通局通常接获民众反映遭收取过高的停车费，或者停车场未申请及收费的情形，交通局均会依法查处，并持续加强查核。我觉得这个推行下去的话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，例如说我是业者的，我会比较遵守游戏规则。那我是消费者的，我也比较能知道我的权利在哪里。民众普遍认为推出合格标章对减少消费纠纷会有帮助。不过，伫咧停车位较欠缺的所在，定定是私人停车场较侪地点，民众大多数拢也是方便就好。要安怎辅导业者合法经营，才是公部门爱注重的部分。记者柯家族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